有影一个讲，我看迄个物件今仔日讲的课我拢听拢无啦，我心内怎听无的啦，比如啦比喻啦伊拄仔海了好势头前了比喻怎写，安尼就比喻安尼，我拢听无呢。即个内心，即个时阵有即个音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着伫你的心内，你着甲发，哎呀，为啥我爱你？心内嘛，为啥我爱你？请你原谅我，是的，对不起你啦，多谢你啦因为我累世物件，比如啥物无好的迄个因缘，所以促使着安怎？今仔日咧讲课，我拢听拢无，也是讲今仔就是累世为啥物？我对你做了无好的因缘，我今仔会对你安尼遮尔歹的印象，我对你较有遮歹的想，甚至我对你会讲歹听的话，伫你咱家己的心内，咱就安尼甲想迄个人的名，毋是走伊安讲，你毋免走伊安讲，伊会讲安怎？你即摆要掠草人我拄无？你雄雄安尼，对不对？人会惊着，你毋是用你的心内来讲安尼。即个叫做极限一个极限。你要安怎互家己平常时无咧做的代志，互家己激活起来，甲家己激活起来，互你迄个人的生命的深度佮看度愈深愈宽，这叫做极限。极限激活起来，对着你无好的人，对着你讨厌的人，甚至你怨恨的人，伊甲你倒回你嘛安尼甲讲伊甲你伤害，伊甲你骂，你嘛安尼甲讲因为安尼就是咧，哪讲诶？拍出即支手是加长，甲咱两个人无好的因缘甲交长，加长了咱阁会趁钱，加长了就袂趁钱，袂趁钱你就会自在，会轻松，会快活，会安定。你的人生就咱知影讲，你就满足。你有啥物通忝？因为你的功德在你的心。你都在赚你是咧趁是咧了如果你若毋安尼做，你心内一直想即个无好，你就伫遐，伫心内甲伊骂、甲伊怨、甲伊讲伊无好诶，哎